靈修分享，日期2026年1月9日，經文約翰一書5章13至21節。使徒約翰講，信徒若果遵照上帝嘅旨意祈求，無論求乜嘢，上帝都必然垂聽。信徒睇到弟兄犯罪而不至於死嘅罪，就當為佢祈求。上帝嘅兒子耶穌基督賜俾信徒智慧，使信徒能認識嗰位真實嘅，並且信徒亦喺嗰位真實嘅裏面，亦即係喺基督嘅裏面。今日喺呢個人工智能嘅年代，過去嘅有圖有真相都已經成為歷史，眼看未為真，確實存在。我哋基督徒要尋求真實嘅上帝，或者亦受到 AI 嘅蒙騙同埋蒙蔽。因此，我哋尋求真實嘅上帝，千萬唔好道聽途說，而係喺聖經裏面尋根問底，認識嗰位我哋喺佢裏邊嘅上帝。這聖經能使你因在基督耶穌裏的信有得救的智慧。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於教訓、督責、使人歸正、教導人學義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屬上帝的人得以完全，預備行各樣的善事。提摩太後書3章15至17節。阿們。